有保护树仔的工作者甲业者来合作，甲废弃的树仔加工做成精油，来创造着废弃树仔的经济价值。将大大支树壳锯做一块一块，搁放伫咧机械内底加好脆，每一步拢是要互废弃材过户也价值。不止，还有很多可以提供我们人类，更好的体验。比如说它的精油，到树木保护工作者和精油业者合作，将不爱滴的茶给加工过，100公斤的原料，得当提炼出1公升的精油。现在转型就是整个是在做所有的精油，不是单纯只有做樟脑油。循环搁再利用废弃材变精油，除了解决外地落树对环境造成影响，嘛先控互废弃物变做宝，延续落树的经济价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